上个星期发一个梦，发现有一堆瓜子，有红色的，还有黑色的。我感觉好像看到有几个字，他写的逢得发紫，逢是逢的，紫是紫色，紫得发黑，黑是黑色，黑得发橙，橙是沉下去的橙，什么意思？这个不是轮回吗？先是红，这个人生就是这样的，一会儿好了，一会儿不好了，不好了又开始好了，好了又开始不好了，不是红的发紫吗？紫的发黑吗？黑的发橙，橙色再发红。你要知道，橘黄色之后就是红色啊，黄色配上一点其他的颜色就会变成红色啊，不懂啊？不是我修的不好啊。你修的很好啊，你在循环呢，你说明你修的不好，说明你在循环，听得懂吗？带不了书啊。